喂，小燕姐啊，嘿，我搁5分钟就到啊，嘿。无代志，差不多5分钟。有哦，我为着要完成你的交代，我已经5天哦，5天都无等去处理啊。嘿，boss 因查某囝吼的生日礼物已经买好啊，无问题。好，我等下就到。好，小燕姐辛苦，拜拜。头前路口，请正月。正月，哪会正月？不管啦。说哩，行好。头前300公尺，请正月。带我去小姐，我拢已经要卖赴啊，你是要带我去倒啦？哦，要若伫倒吼，是毋是要互小勇进嘛是哈？我会过吼，你嘛在找咯，我嘛在找咯哈。这边好。秘密。喂，是今仔日？哦，三叫那是今仔日啦？无啦，无的哦。我的薛润嘛，伊毋是爱我用迄个剧本去做侪工啊。今仔日就是一个真好的呛死。好啦，你家己起来洗哩哦。吼，安尼我转去吼，才带你去食。喂。喂，无信号。哎呦，这什么拗购所在，拗购信号。哦，这是倒位哈？我讲是失路啊，哪会拢无信号啦？欢迎使用智慧导航系统。有 Line。有信号。Hey Siri， 靠 Honey。Hey boy， 我若是早一支先转去，阮囝敢会惊着？我去食你，差不多个27分钟。拍输可能请倒头月。拍输可能请倒头月。无可能啦！